釘釘新手指男零售業客戶案例卓斯尼。卓斯尼是一家多品類、多品牌的時尚集團，致力於為消費者提供女鞋、女包等各類時尚潮品。隨着信息時代的高速發展，企業信息化建設也面臨着更高的要求。為了提升在人員管理及全渠道管理方面的效率，卓斯尼引入了釘釘作為內部平台、信息流通及管理的工具，移動化辦公審批，讓工作更高效便捷。以前需要在 PC 端創建審批流程，導致人員出差時就無法及時處理公司事務。但自從釘釘和 EKP 對接啟用以來，90%的流程都能在手機釘釘裏操作了，極大提升了工作效率。員工可以隨時隨地發起申請，還可以查看節點，隨時催辦。領導和管理者在出差期間，也能夠輕鬆的在手機上完成相關流程的審批，為公司信息安全保駕護航。在人員管理方面，釘釘為企業帶來了很多的幫助，比如員工離職後自動退出釘釘群，並保留其外部聯繫人信息，避免了離職員工仍留在公司群中的情況，從而防止公司文件的泄露，更好的保護信息安全。釘釘考勤讓考勤管理更高效。過去人員出差或外出情況難以掌握，需要電話諮詢，而且員工的考勤依賴於手工統計，這種方式不僅效率低下，而且得到的結果也不一定精準。現在通過釘釘考勤，能實時了解人員的動態，讓考勤管理更規範、更高效。